甲骨释文第64集。新北市邦桥有南雅夜市，这是邦桥远东路附近的地图，有一个南子桥、南雅南路，附近有一个南雅夜市。为什么叫做南子桥、南雅夜市呢？因为附近有一个南子沟啊。为什么是这个南呢？台湾有真侪地号名是用当地地形来号的，亲像埕顶、论顶、大论、坎骹、草立等等。邦桥，咱即麦看的即个所在有3个南，是啥物地形啊？这3个南看袂出来甲地形有何关联？正确应该写这字，这字的读音南，价声南。或者读价声弄，意思是地下水真悬的地形，地形有成水位悬无？因为有这条南仔沟，所以造成附近的地下水位较浅，地质变成是南仔当年带水啦。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拢是蓝蓝的绿菇糜，蓝蓝绿菇糜，安尼写哦。南雅其实是在讲南仔这种地形，南子桥是起伫南仔这个地区的一条桥，才号做南仔桥。这个南，值得咱学起来一字，学祖先伫讲的用意，传互子孙知影有这个地形的用意。南雅这种看起来亲像真文雅的现代用意，南价声南。是孔子讲的关鸟兽之文甲地之义所产生的用意，代表地下水位真悬。倒一字较文明呢？你选倒一字呢？阮旧厝嘛有一区田，是伫水沟边的罗马田，价声弄。这个音是阮阿爸较习惯的讲法。6月冬伫我挂了，这区田会变如何呢？表面看起来就是一般的田，同款是表面晒甲定酷酷的田，但是呢，因为伫水沟边地下水真浅的关系，规区田就会像弹簧床的渗哦。阮一寡囡仔囝会去顶面跳，渗一个渗一个的罗马田。你捌伫罗马田顶悬跳过无？这个渗看起来定酷酷，其实是软渗渗。差不多伫民国70年，全台湾有水利大建设，像阮兜边仔的水沟，拢全面控水泥，安尼致使地下水位的改变。本来应该澹澹滷滷，有水有鱼，现在是打打哭哭，连空带渣。原来台北市的南港有一条中坡南路、中坡北路。坡什么意思？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误会的意思，实际上这个坡爱读 B， 真的吗？线索伫遮有一个板南线的后山皮站，附近有一口 B， 后山 B， 也就是对应过去，才有一口 B 叫中 B， 现在已经吞起来，无这口中 B 啊。中 B 南路、中 B 北路安尼来，我可能讲毋对，我只是为字形来判断字义，有道理无？桃园观音也有一个地号名新陂，桃园是陂童的故乡。日本时代桃园有超过1万口的陂仔，新陂的隔壁乡有这个地号名草立，立有一个定用动词，先来认捌一下。纸落啊，立底用这个立，轻声入声的立，中文无的用意。来做一个区分比对，后是四周平坦，中央坎下，地号名后仔底；立是四周高起，中央坎下，而且比海平面较低哦，地号名草立，立地啊山。台湾真侪地区有这种地形地名，咱甲学起来。恁兜附近有这种地号名无？
立是中文无得用的词，是四周悬中央立落去，因为立将累积起来就是果业。古人号名真是有智慧啦，袂滥觞乱号的。像即种竹篮底相当就会立底，篮四周悬嘛，用即个立。若崩呢？教育部甲塔当作是立，对无？崩山是顶悬的山崩落来，这大家拢会晓啊。塔毋是立，教育部乱教，咱莫乱学。即字读代，形声字嘛，读一代人、两代人的代。科学方法是如此，无错吧？塑胶是真现代产物。塑胶乐也有真侪人讲即种古典台语。塑胶袋底物件，爱写即个底，动词的四声底，有时做名词用。若是写北方台音字的塑胶袋代面粉，迄毋是名词做动词用哦。迄是两个考零分的人咧争讲谁的答案较正确啦。整理比较一下，难是无意义的形声字，罗马是地下水真悬的地质，教育部的信看起来只会沉袂弹回来的字，软信信，咱写即个信。笔有真侪字通写，总是有布涵的，会使抵水的，拢算是笔。山崩塌的塌，那是立底的立呢？有影一塌糊涂的教育部啦。北方台音字的台，并毋是读底，咱写有宝贝的即个底，要底伫落的，拢算是宝贝。节目最后来约两个谜猜，第一题。穿裙无看到骹，约地号名。第二题，老人食菜脯，同款是约地号名。小提醒一下，答案伫即页，爱找共音字哦。菜脯食落会润润，骹被裙牵着。你约看答案是啥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